穌繼續啟示的言論。若望福音3章31至36節，原本可能係耶穌嘅一段講話，不過聖史將佢加插喺呢一度，作為3章1至30節整體內容嘅總結。事實上，3章31至36節呢一段同耶穌與尼苛德摩嘅對話有唔少平衡嘅思想，甚至相同嘅用語添。那由上而來的，超越一切；那出於下地的，是屬於下地，且講論下地的事。那自上天而來的，超越萬有之上。31節對比由上而來的與出於下地的，回響耶穌同尼苛德摩對話裏邊屬於神同屬於肉嘅對比，指出人如果要從自然界自我提升至超然嘅境界係絕不可能嘅。呢一個對比亦都適用於約翰同耶穌嘅身份對比。約翰係出於下地的，只係前驅，而耶穌係由上而來的，佢先至係要來的那位。約翰連解耶穌嘅鞋帶亦都唔配，因為約翰只係伴郎，耶穌先至係新郎。約翰只係用水施洗，耶穌則係以聖神施洗。約翰要衰微，耶穌卻必須興盛。咁樣嘅對比並冇貶義，只係強調耶穌同約翰喺本質上嘅分別啫。他對所見所聞的願意作證，卻沒有人接受他的見證。那接受他見證的人，就是證實天主是真實的。32節消極嘅陳述概括咗尼苛德摩對耶穌嘅啟示不理解或者不接受。33節則積極咁樣表達咗約翰對耶穌嘅正面回應。證實原文係指蓋上了印，就好似喺法律文件上蓋章以確認契約。古代人多數唔識字，一個獨特嘅印章就可以傳達特定嘅信息。例如達官貴人會將自己嘅財產物件蓋上印章，表示擁有產權。除此之外，蓋章亦都有保證或者擔保嘅意思。接受耶穌嘅人唔單止係同一個人建立起關係嚟，就好似約翰嘅門徒跟隨住耶穌一樣。接受耶穌嘅人其實亦都係接受咗天主嘅話，因為佢哋承認耶穌源自天上，亦都承認天主喺耶穌內啟示嘅真理。聖史喺書信裏邊將指出，印證嘅內容係天主將永遠的生命賜給了我們，而這生命是在自己的子內。若望3章33至36節亦都表達類似嘅思想。接受耶穌嘅人等於接受天主嘅話，因此便有永生。天主所派遣的講論天主的話，因為天主把聖神無限量地賞賜了他，父愛子，並把一切交在他手中。那信從子的便有永生，那不信從子的不但不會見到生命，反有天主的義怒常在他身上。35節嘅一切呼應34節嘅無限量，所以呢兩節係平衡句，描寫天父對耶穌嘅無上恩賜。若望福音序言裏邊嘅嗰一句，從他的滿盈中，我們都領受了恩寵，仿佛就係回應呢一節嘅一句答唱詠。最後，若望以人們對耶穌嘅兩種回憶反應結束呢一段言論。咁嘅結語同尼苛德摩片段嘅結語非常相似。值得注意嘅係，若望用現在時態嘅動詞順從同埋不順從，暗示唔係偶一而為之嘅行動，而係一種生活嘅態度。耶穌喺18至21節已經強調一個人嘅生活同行事同對耶穌嘅信仰嘅關係。拒絕相信耶穌就係行惡，就係違抗天主嘅命令。
由於天主嘅命令就係永生。36節呢一度指出，那不信從子的不會見到生命。呢一個人亦都立時要承受天主嘅義怒。正如3章18節指出，拒絕相信耶穌嘅人已經接受咗審判。反過嚟講，那信從子的便有永生，就係可以即時享有與父同子嘅共融。